彰化县不仅是农业大县，那也是工商业的一个重镇。那其中呢，那个水五金产业也是我们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产业，社会企业的一个理念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它雇佣大量的一个生长者，那就是因为这样才能够设计出最符合生长者使用的一个产品。昨日その御社の産科その東東工場のここ先にご案内いただきまして、私たちすごく感じたのは本当に社会からいただいたものまた社会に貢献してさらにそういう障害者たち雇用しながら本当にノーマライゼーション一般の人でも誰でも使用しやすいとこういう衛生陶器を衛生設備を作っていることはとても感心し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今天我们来参观的是那个第一工厂跟第二工厂那日本的生产技术是举世闻名那我们今天是非常的荣幸能够亲身来体验看看就是说头头的话他对他们品质的一个坚持非常荣幸。今日はまださらに第一工場と第二工場ご案内いただき、大津さんのこの技術、製造の品質、私たち学びところたくさんあると思います。こんなに大事な機会をいただいて本当に光栄でございます。那我们彰化也是水五金的一个聚集地那我们台湾生产品质也是非常好，也是非常有名我们台湾有非常很多的隐形冠军那我希望说这一次的话，大家可以在技术上面能够有更多的一个交流那未来的话可以有更好的合作的一个机会。台湾小科県ご存知の通り、こういう水回り部品の生産基地です。台湾もたくさんこういうその有名な商品を世界中売れております。ぜひ今回のこの交流今後さらに深め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またさらに双方のそういうコラボレーションの機会を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最后感谢各位对我们此行的一个行程的一个辛苦的一个付出感谢大家，谢谢。